我諗到入到大學。咁你考到咩 A 咁犀利啊 ？Chinese Lit。哇！即係中國文學。因為係咪自細？因為我好中意中國文學嘅，同埋以前我好崇拜我英華嘅國文老師陳耀南。特別好似阿許冠傑咁，佢教我唱歌啊，都嫌我五音不全啦。啱啱佢中六先入嚟，我最記得啦。開學一日，我哋做班主任啱點？咦，我話有個好似披頭四咁嘅啊，但係彬彬有禮。我諗佢亦好慶幸讀英華，佢自己本身嘅根基又好，佢係畢業成50多年啦，見過1次至2次到嘅咋。佢啱啱喺堅島嗰個天主堂拍戲咩事，啱啱我唔知有啲咩事行過，咁佢啱啱咪休息啊，過嚟同我傾一傾。以後冇乜機會啊，當然我見佢喺電視台啊，或者喺報紙上見得多啦。佢見我唔係特別多，但係佢人前行有時都提，有人訪問佢，佢又會講。陳耀南老師係一個非常嚴謹嘅中文老師，佢對教學嘅熱誠同對中國文學嘅深厚認識，令到我哋呢班同學咧非常之受用嘅。記得上佢嘅中文課咧，佢都會用深入淺出嘅方法同埋應用啊，令到我嘅中文進步咗好多。呢啲就係佢品性敦厚。除咗佢好敦厚猛題之外咧，就係當年入到港大啊，即係全香港嘅所謂高級程度 A level 中文優異嘅咧，只有31個全香港，而英華就佔咗9個1/3差唔多。而我亦都好僥幸喺陳耀南老師嘅教導之下咧，會考中文成績攞到 A， 令我順利咁進入咗香港大學。當時都好多人嘩然㗎，因為我哋嗰啲當時唔係富貴名校啊嘛，而且嗰個年代咧，尤其是好似許冠傑兄咁啊，你講西化，佢都唔知幾歐西文化啦，英文又好，但係佢中文嗰邊咧，佢好敦厚，又可能佢自細佢個爸爸媽媽咧對呢方面都好有修養嘅，粵曲啊、拉胡琴啊咁，即係已經耳濡目染啊！呢個中華文化某啲精華咧喺咗個腦船。對我嚟講，陳耀南老師教我嘅中文，對我日後嘅寫作歌詞咧非常之有用嘅。你唱得粵曲多咧，嗰個吐詞修辭自然優美，自然文雅。咁呢個對於佢後嚟寫嗰啲粵曲歌詞，或者對於佢成個價值意識嘅營造咧，有一定嘅幫助。正所謂知識改變命運，更加上陳耀南老師對我所寫嘅歌詞深遠嘅影響咧，佢其實係成就咗香港粵語流行曲登上大雅之堂嘅幕後推手之一嘅。佢又更加念舊一啲，學問都貴乎自己嘅努力啊！多讀書，交結啲好朋友咧，你自然得噶啦。喺呢度我真係好多謝陳耀南老師對我嘅栽培。冇咗陳耀南就冇我。